福音四章内底所看的这段经文吼，非常的长吼。总是咱伫这内底看见耶稣甲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人伫遐咧对谈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这个状况。为虾米呢？因为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这两组人，因为百几年来伫个政治抑阁有宗教上有侪的遮个冲突。所以因彼此有结怨仇，也互相无要往来。咱若看即个犹太的地图，咱就会知影，耶稣因是要对犹太行去到加利利。犹太是伫个南边，加利利是伫个北边。但撒玛利亚的即个地区就夹伫犹太佮加利利的中央。通常犹太人吼，因想无想要甲撒玛利亚人接触到什物程度呢？通常因要行去加利利的时阵，因就会顺即个约旦河东的地区家驶过去，驶过即个所在，嘛毋愿入去即个撒玛利亚城的内底。总是耶稣今仔日无上，毋知影是啥物原因，伊是为着要赶路，还是安怎？所以伊就直直对撒玛利亚家切过去，家进入到即个内底。伫遐，甲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，中昼伫水井边咧唱水的妇人人来相拄。总是互人对即个经文搁较有印象的，那亲像是咱咧读即个经文的时阵，咱就会发觉讲，耶稣甲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的对话，那亲像是阿公雷咧。因两个人的话拢一句来一句去，但是拢接袂起来。那亲像是拢接袂起来。咱若看经文，咱会感觉讲，即个妇人人面对即个青婚的犹太的男子，忽然的即个请求，敢若有小可的封闭。因为一世界无人的状况之下，耶稣主动找伊讲话，佮加上犹太甲撒玛利亚人长期的冲突的背景。互人有侪想象的空间。耶稣撒玛利亚妇人人就甲耶稣讲啊，你是犹太人，怎样对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讨水啉？咱而遮会更较清楚。因两个一对话所讲话的第一个重点，就是你是虾米人，我是虾米人，一款对立的种感觉，马上就出现伫遮。总是耶稣的讲话，互咱更较讶异。耶稣甲伊讲啥？耶稣甲伊讲：你若知影我是谁？耶稣是讲：说出你捌上帝文士甲对你讲，互我啉的是一水，你的确要甲伊求，伊要互你活水啊！兄弟姊妹，你若是即个妇人人，你会感觉讲足奇怪。足奇怪，对毋对？我才有唱水的器具，即马是你咧甲我讨水啉呢？咱会反倒来，你甲我讲，你若捌我，知影我是谁？你要求我，互你水啉。第一，耶稣若是要真正要甲人讨水啉，伊真喙呆的话，即嘛毋是要甲人请求的即个态度嘛？耶稣若甲伊讲，请你互我水啉，我就因为赶路非常的喙焦。安尼，伊才有机会，有更较侪机会会使得到即个水通啉。第二，耶稣的应话拄啊好，怎符合迄个妇人人对犹太男子迄个傲慢的印象。刚才撒玛利亚人长期受到犹太人的歧视。即马耶稣阁安尼甲伊应，迄个心中的火，怎安尼去互结起来？所以妇人人甲伊应啥？妇人人开始甲伊讲，即口水井是我祖先雅各留落来的呢。敢讲你要阁伊比伊阁较大？雅各嘛是耶稣的祖先，是毋是？所以妇人人开始要甲伊相答，甲伊讲。这水井吼是阮雅各留落来，你有遐尼大吗？总是面对这个问题，耶稣伊嘛是毋愿意正面来回复，
因反倒转开始宣传，伊有诶即个活水诶功效。伊讲，既然啉我所要互伊诶水诶，要永远袂喙焦。因为我所要互伊诶水，要伫伊诶内面，诚做水泉直直浸起来，浸到永远我。福利人就甲伊应，先生啊，请用即个水互我袂喙焦，也免遮尔远来抢水。兄弟姊妹，即两人吼，伫咱看起来，其实咱过去若读经文，感觉讲啊，即个妇人人真谦卑哦，愿意来耶稣抢水。做是若是对较拄仔咱即个角度来去看，其实因两个人咧相斗，一句来一句去，对一个嘛无想要输。最后妇人人的回答，真正是非常的高明。为虾米呢？耶稣就无抢水器具啊，伊若摕袂出活水，就证明伊家己是咧分家规啦。所以妇人人就甲耶稣讲。安尼你互我即个水通啉嘛？互我毋免阁走遮尔远来抢水啊！还是毋知恁敢有发现？这段亲像李亚讲雷的对话中间，其实设一个关键的字眼咧进行。这个字眼就是活水。一般咱认知，这个水若是活的，是指啥物？是即个水，指即个水是流动的，有咧循环的。总是即个活水也有另外一个意义啊。咱知影咱人体有70%是即个水来组成。如果一个人伊身躯流失20%的水分，伊就有性命的危险。水对人是非常必须要的即个资源。所以，这个活水也会使当作是这个维持活命的水的意义来去理解。这个对生存伫中东、水资源搁较欠缺的这一些的人，也是撒玛利亚人来讲，检测会更加清楚，水要带来生命的这个意义。伫这个经文的中间。耶稣甲妇人人，拢讲家己有活水，确实，即两人拢有活水，只是因有的即个活水无相啊。妇人人所有的是迄个流动的、清气、通啉的水，即个水会使满足人身躯的需要。做是耶稣有的无相，耶稣有的是迄个会当润泽人生命。养起人灵魂的迄个水，这个水要满足人心灵，还佫有精神上的这个需要。伫这个对话的中间，妇人人是看耶稣无抢水的器具，实在是无了解耶稣要安怎来养起伊家己所讲的迄个活水。总是耶稣却照着这个对话的过程中间，要将伊所有的这个活水来授予予伊。咱来看经文的第16节开始，耶稣开始甲这个妇人人讲起伊私人有这个丈夫的这个话题。这个妇人人伊曾经捌有5个丈夫，即摆有的这个毋是伊的丈夫的这个事实，去由耶稣来指出。总互这段对话的迄个权力的关系产生一个奇妙的变化。原本这两人对话权力的这个关系是对等，差不多。总是耶稣这个话一讲出来了后，这个关系怎倒转？耶稣较伫顶悬，妇人人伫下底。所以伫煞这个经文内底，咱要看见，咱要看见啥物？咱要看见这两人的角色。来对换，即摆换做是心灵脚母的这个妇人人，伊要来耶稣抢水，取迄个会使润得生命活命的迄个活水。妇人人讲：先生，我看出你敢若是先知啊！我来问你一个问题：凡做捌伫这个山顶敬拜，
但是恁犹太人讲敬拜的所在应该是伫耶路撒冷。有关这个敬拜的纠纷，拄拄啊好是因这两组人长期以来这个冲突的所在。耶稣回应妇人人讲：敬拜毋是看人遵守什么款的传统，嘛毋是看地点。上帝是神啊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甲真实来敬拜。妇人人之所以安尼问，拄拄啊好显出撒玛利亚人的处境。因为因的敬拜，因的宗教信仰久长去互质疑，所以因家己嘛对家己所拜的，敢是毋是真的，也产生侪这问题。妇人人甚至讲，这个事爱等到弥赛亚过来的时阵，才有真正的答案。除非弥赛亚来回答，无则质疑的声音就永远袂停止啊！总是就是这个时刻，耶稣甲伊讲，这个甲你咧讲话就是弥赛亚。那我妇人人伊怎样来反应？伊随时甲伊上水的这个器具甲伊放落到城内底，邀请伊的厝边头尾拢来见耶稣。兄弟姊妹，经文将两个主题甲斗做伙。就是将活水甲敬拜的主题，甲伊斗做伙。经文甲伊斗做伙，你甲咱暗示，人若要时时有法度来更新家己的性命，就要活靠什么？爱活靠真实的敬拜。但这个真实的敬拜，独托活靠心灵，还佫有真实来甲注烧我，总是咱的问。要安怎做，才会当讲是真实的敬拜？要安怎做，才会使显出咱真实有来到上主的面前啊？咱来继续看经文，咱会使对妇人人的行动内底来去看见什么叫做真实的敬拜。咱到呾拢无来讨论这位妇人人伊为什么？要伫透中昼的时阵，迄个上介热的时阵来抢水。抢水应该是一个无轻松的这个石头。通常我若看细汉的时阵，我看阮阿公阿嬷要去做事因拢会选两个时间，一个就是透早清早时，迄日头还未出来日头还未做炎的时阵，紧去。做事差不多到10点外，因就会转来歇昼，一直到下晡时，日头佫无遐尼炎的时阵，佫较出去。总是这个妇人人，伊选伫透中昼出去抢水，足无合理的。有啥物款的解释，会使来说明为虾米伊要选择这个透中昼去抢水？只有一个可能。就是伊无想要拄着人，妇人人伊无想要拄着人，兼且是因为伊曾经有过丈夫或者的经验，即摆有的即个，佫毋是伊的丈夫或者的经验，互伊伫伊的社群内底，伫伊的社区内底，头举袂起来。这经历，互妇人人感觉非常的疲劳，伊甚至想要切断。迄个甲社区的联络，致使伊透中昼的时去抢水，因为比较甲袂拄着人。总是咱看28节，伊怎样做？伊拢入去，拢去靠迄个社区上界闹热的所在，去甲众人讲：恁全部的人拢来看，有一个人，伊甲我背所行的代志。拢甲我讲出来，这个人敢会是基督啊？妇人人伊将伊性命上界无想要面对的所在，甲伊大声宣传出来，叫人来看，这个人敢是弥赛亚？兄弟姊妹，照着耶稣甲这个妇人人的讲话，互妇人人有气力。
去面对伊生命内底上界无想要面对的迄个黑暗面。这个就是人真实的敬拜。一个人若要面对家己生命中上界两者的所在，是非常的无简单。咱都有咱家己的议题。检测咱也伫即个中间，即个课题内底奋斗非常的久。经文内底的妇人人，伊也相款伫遐咧挣扎，总是借着伊甲耶稣的相拄，伊愿意诚实面对伊家己，借着基督，伊定心来去解说，来去诠释，这两者，这含着这黑暗的所在对家己的意义。对答以后，这两者的所在，无过叫做伊生命内底上界黑暗的迄个阴影，乃是要变成做伊甲耶稣相拄的这个记号。妇人人用伊上界软弱的所在来叫做见证，互咱学习用神甲真实来敬拜，无别的方法，无别的方法。独独咱倚靠耶稣来面对生命的限制，只有安尼，咱会当真实的面对上帝。啊，亲像是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的，被爱即个人，爱人即号人，安尼来敬拜伊。当咱愿意安尼做的时阵，咱生命上界两者的所在，会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来对着新的意义。这个就是福音的意义。因为上主的话水要伫咱的内底冲出来，更新咱的生命，直到永远活。兄弟姊妹，若是照着教会的年历来看，今仔日其实是纪念耶稣受洗的这个主受洗日。我咧想，耶稣基督伊到底为虾米需要去受加西利约翰的这个洗礼？耶稣伊谦卑伊家己，互加西利约翰来替伊洗礼。事实上，嘛咧帮助咱去理解，虾米叫做真实会面对家己。耶稣伊虽然是上帝的囝，但是伊却犹原认同伊家己是领主，认同伊家己是生长伫拿撒勒一个平凡的家庭内底，所以伊就亲像群众共款，去到约旦河边，伫遐受约翰的洗礼。我想，就是这份对家己处境，还佫有家己根的这个认同，要互人明白，还佫体会家己伫这个世间的意义。当耶稣去互约翰行洗礼的时阵，圣神若亲像迄个钱啊，降定伫伊的身躯顶，伊就安尼开始，伊伫世上福音的工课。有时阵，咱会因为社会的影响，社会影响咱的眼光，互咱无愿意去欣赏咱的根啊，甚至咱想要将家己改变、变换，换做迄个社会上比较认同的迄个款式检视。歌手巴乃，伊是一个有卑兰族，也佫有阿美族血统的一个原住民。毋过，伊却出生伫一个迄个无讲无语、无承认家己是虾米款族群比较会较方便的迄个台湾的社会。伊就安尼大汉，直到26岁的时阵，伊互一个问题来甲伊惊醒。这个问题是虾米？有一个原住民的朋友甲伊问：啊，你原来的名是虾米啊？你除了汉名以外，啊，你原来的名是虾米啊？这个问题，互巴乃开始去思考，伊的根是虾米？伊认同虾米？伊生存伫这个世界的迄个意义，还佫有使命是虾米？对安尼，咱开始看巴乃伫长长的自我的追找了后，伊参与伫侪侪有关原住民议题或者社会运动内底。兄弟姊妹，这个例咧甲咱提醒：当咱倚靠上帝，真实面对家己的时阵，
认同家己的根，也搁认同家己的处境的时阵，咱人要得到上主一个非常特别的呼召，来去对家己的生命领受一个特别的使命，互家己的人生要安怎过，互家己生命要安怎成做上主的器具来贡献，有一个更加清楚的图像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耶稣带来这个信息，伊讲我就是活水，伊非常欢喜，咱每一个人拢来得到这个水。伊邀请咱真实面对咱家己，真实来去挑出咱的根，认同咱的处境，用安尼也来真实的面对上帝。伊讲，独到这款人是用神甲信息来敬拜，独到这款人有活水要伫伊的内底浸出来，浸甲永远活。经文中间的这个撒玛利亚人，的这个妇人人，伊就是这个信息的活见证。即马轮到你甲我，咱甘愿意拿亲像妇人人甲耶稣讲，主啊，用这个水互我，互我袂过喙焦。愿上主帮助咱，当咱真实面对家己的软弱的时阵，会使互伊的神来引带，真实的将咱家己交伫伊的面前，三甲来祈祷。主，愿你帮助阮，用你的活水，互阮啉，互阮打扫喙焦的这个心灵，对你来得到养赐，就受到论责，就知影更加清楚，阮比你来创造活伫这个世间的意义，嘛更加明白阮过去的背景，阮的养成到呾，阮要怎样来成做主你的器具，要怎样参与伫你上帝国的起造内底，贡献阮每一个人的才情。主恳求你来帮助，当阮也毋愿来去抢这个水的时阵，求你的神来提醒阮，互阮明白世间一切的富能无法度满足阮每一个人的心灵，只有你的话语，只有真实面对你、倚靠你，才有法度。愿你安尼来带领阮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煞只我甲时间交互阮的学生吼，伊嘛是咱福强教会的。